1937年7月7日，伫罗沟桥进行军事演习的日本军队借口讲有一个日本士兵失踪，要求进入罗沟桥搜查。中国军队拒绝这个要求，所以讲引起中日的战争，也就是7·7事变。7·7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。中国人民坚持8年，抗战总算胜利。我们不但是为自己而抗战，我们为世界的人类而抗战。出世伫19世纪末的蒋夫人，看到满清的衰败、民国的成立，伫蒋介石拄着危难的时，蒋夫人临危不乱，和西安事件平安结束。伫国家危险的时，蒋夫人挺身而出，和美国参战。1995年7月7日，美国29位联邦参议员联署发起对蒋夫人宋美龄的致敬酒会，表扬伊伫日苏大战期间的贡献。马祖特殊风景有岛屿、沙坡的美景，特有的军事景点，当年拢真侪游客去观光。2012年，马祖跋筊公道引起人的注意，说筊场袂输变成解救马祖观光业的中心点。不过，依然有袂少人想要看马祖的自然的美景。